11月，香港充滿競爭氣氛，除咗全運會賽場上面嘅競爭，立法會換屆選舉亦都進入最後2週嘅衝刺階段。本地政商界積極參與網上網下助選拉票，一片熱鬧。之前同大家傾過呢場選舉點樣體現出高質量民主。近日有人再次翻開港英殖民統治時期到香港主權回歸後嘅民主進程，亦有人攞所謂西方民主作對比，筆者覺得真理越辯越明，大家亦都不妨睇下殖民統治時期嘅立法局同今日嘅立法會有咩分別。香港喺80年代中之前嘅立法局，港督係立法局主席，官員係議員，正式係100%行政主導，咁樣算係民主咩？到1985年開始，即係中英就香港主權談判之後，立法局先至引入部分民選議員，但港督依然係立法局主席，立法局議程由政府決定，咁又有幾民主呢？自1843年立法局成立至1993年，港督一直擔任立法局主席長達150年，直至1995年，即係接近香港主權回歸，立法局先至取消所有委任及官守議員議席。如果話港英政府今次真係俾我哋民主啊，都遲咗啲啩。1997年後，仍然有唔少政客或者戀殖人士話港英統治時期嘅西方式民主好啊，香港人自由啊，細心睇下，當時真係有真民主、真自由咩？近日社會各界亦都將目光投向一份具有里程碑意義嘅文獻《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》。呢份3年前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嘅重要文件，有歷史資料，有論述，有論據，有例證，值得大家一讀，以了解何謂真正民主。呢份白皮書長達27000幾字，一開始清楚咁話俾世人聽，香港喺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冇民主可言，而我哋睇到喺回歸初期，香港社會長年受西方媒體影響，有啲人將同國際接軌簡單理解為對西方模式嘅全盤照搬，甚至以為民主就要對標所謂嘅西方式民主。呢種思維亦都讓香港付出咗沉重代價，立法會最終淪為政治表演嘅舞台，拉布成為常態，流會化作武器。第6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曾經停擺長達8個月，14項關乎民生嘅法案被迫擱淺。呢啲數字背後係市民福祉被政治博弈綁架嘅殘酷現實，必須撥亂反正。今屆立法會選舉係本港喺高質量民主道路上嘅又一次深耕細作。民主嘅體現在於從禮章摔角到理性論證，從對抗撕裂到建設性對話。候選人俾政綱、俾能力、俾形象，民主先至能夠真正回歸選賢與能嘅本質。民主唔在於形式上嘅吵吵鬧鬧，而在於從代議士身上匯聚民意，而實踐出良政善治。12月7號嘅投票唔單止係對立法會議員嘅選擇，更係確保香港高質量民主喺正確軌道上向前發展。我哋嘅每一張選票都能夠為香港特色民主道路注入堅實底氣。